咱即摆的生活，到遮鱼嘛差不多啊。收嘛收袂出去。唔安尼想啊，无底靠，互人带转去，就会变成足水的空中鱼啊。我哋即个的任务，阮确定是家己私底下行动。不过向失踪，大卫，真正是恁误会车？有可能出代志。咱内底的囡仔，毋是有得到迄什么病，是毋是？老瑞氏症，以前可真正是阮学校上水的，伊即摆就是一个有无啦。你蹦，你是蹦耍的啦！恁做嘛注意力就久啊哦！啊啦，啉酒这个在变猪到黑白蹦哦。哦哟，啊恁做嘛就干那陪唱歌跳舞尔，都无做的事啊！厉害伫路。你是咧加什么身份啊？你唔是咧做传播，你就是一个半修罗啦！为什么查甫人都无觉得我过？你妹啊，即摆就安那啊？失恋啦，失恋。爸爸刚回来啊。爸爸去出差啊，过几工啊，就会回来。你别骗我吧？袂啦，这是我的辛苦钱，你要好好投资哦。你放心，我当然嘛会为着咱的未来好好打拼。所以我拜托你吼，我付出恁落来的时阵，是幸运50万对我来讲真重要啦。啊，你哪会甲你借你遐尼济钱？我哪会拢唔知哈？你摕遐钱去博啦，借一届、两届，每一个拢借。我真正甲当作是兄弟，当作是大兄，我才借伊。结果你即马不这出，想过袂见效啦。阮爸甲阮母啊，伫我足细汉的时阵就分开啊。啊，搁一百哦，来，较济咧，较济咧。你真正我就更小。你到底想要安怎啊？哦，你这个不好路诶！我你甲你饲甲这样尔大汉，啊，这么要插偌钱？若是当初，你会想阮爸爸就好啊。我真正嘛想要做警察。早咱三个你上优秀，迄毋是你退婚哦，而且伊甲你坐呢。做妈妈了后，我才知影有一寡代志，甲做人查某囝的时阵，想的拢无办法。做我看哦，你安尼毋是办法啦，有想要趁较多着。阮的工课哦，毋那辛苦啦，做代志的所在哦，是垃圾不嫌太高啦。一般的人哦，根本就挡袂落。毋就是变少年的。这命案的被害者拢是做传播妹的工课，拢有受到历代状况发生啦。而且死的时阵，身体顶悬放有一个 X 的记号，凶手一定是有计划，专门针对这传播妹的下手。做袂来，
咱就早下倒去。啊，等你会做，咱就搁继续讲。即马要对倒开始。我跟他拄着就奇怪啦，靠腰。你想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我客的是美玲大哦，我哥哥是真甲头你好，你莫白来。同学甲我的书包等在涂骹，讲你足吵的。摒扫是我的工课，靠家己的开来做工课，无啥物好见笑的啊。太难听啊！你现在很加困难了。阿能姐啊，多少呢？免啦，咱做伙看病，我会加油啊。要是哦，那一家了啊！我告天命啊！你敢不敢伊到底知影张丽的代志偌济？唔知影这凶手甲张丽失踪有关系？西变态，你做你创啥啦？谈凊彩相信别人。我知影林行藏你的代志。你哪有甲张丽共款的打火机哈？你甲张丽是啥物关系？我若尊重你的时阵哦，血真顶。啊，若话你的命时阵，咱就悄悄爬倒。3工啦，你敢要交人啊？无哦，连恁做一间好调啦。这案啊，无论安怎，你是一定要甲我破。你若无破案，牵拖着我，以后你的路嘛无咧偌好行。你认为张丽今晚是啥物情形啊？到底是人是死还是我？啊，我那拢无消息。我感觉哦，伊后一个要杀的人是我啦。关说哦，恁一个人哦，假失踪，一人只假可怜，啊，最后讲话一骗骗，带伊来做伙闹炮。啊，你的代志你莫搁私底下调查，交阮处理就好。我諗你要记得，这是你上尾保命的物件，你要想好。